嗱，投資海外物業未必好似你想象中咁遙不可及。海景豪宅雖然好吸引，但係投資價值未必高過一啲校網區或者民生區。今日就同大家計下數，傾下市場上有咩值得留意嘅高質地段。嗱，如果你係海外置業嘅新手，手頭上有200-300萬港紙左右嘅預算，係可以考慮英國嘅 Manchester 或者杜拜南部嘅 Off-Plan 項目。嗱，呢兩個地方都係政府重點發展區。嗱，Manchester 咧個發展起步早，10幾年前已經被規劃成為英國北部嘅核心城市，有大量嘅資金投入改善基建。仲有金融科技嘅發展。同時間佢係歐洲最大學生城市之一。畢業生留喺當地嘅比例係高達50%。龐大嘅年輕人口推動樓價過往5年升咗25%，租金升幅更加係達到45.9%，需求預計係持續增加。至於杜拜南部，喺杜拜政府嚟緊最大規模嘅新發展區。由於杜拜嘅經濟中心係位於北部，但係土地供應已經逐漸飽和，未來嘅發展重心係慢慢向南移嘅。2024年，杜拜政府宣布將會喺南部興建全球最大嘅國際機場。消息一出，南部嘅物業平均售價高咗近60%，潛力係非常之吸引。如果預算係多1倍，去到600萬港紙左右嘅話，係可以留意啲大型重建區域。呢啲地方大多數係有需求帶動，發展規模成熟，升值潛力係更加有保證。以倫敦伊利沙伯線為例，2022年通車，沿線樓價由動工通車10年期間係升咗70%，被稱為 Crossrail Effect。直到而家依然係有唔少用家、買家都好重視個配套。咁嚟緊仲有啲咩投資機會呢？英國除咗可以留意下啲大型嘅 regeneration 項目，例如 White City、Canada Water、Old Common 之外，嚟緊仲有 HS2 高鐵同埋 Bakerloo Line Extension。而杜拜就打造緊升級版嘅 Downtown 市中心。澳洲 Brisbane 亦將會喺2032年舉辦奧運。奧運帶動嘅城市升級效應係值得期待。如果你嘅預算係超過1200萬港紙，除咗 Prime Central London 同埋東京港區呢啲傳統豪宅地段之外，如果你想多啲嘅投資潛力嘅話，杜拜嘅別墅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呢啲別墅設施豪華，市場需求係極大，3房樓價嘅升幅係可以達到30%一年。想再 fancy 啲，係可以考慮啲品牌聯乘嘅住宅，呢啲所謂嘅 branded residence。一開始其實係由酒店品牌做起。例如文華東方喺倫敦、曼谷、紐約都有住宅品牌，而呢個概念喺杜拜係尤其玩到出神入化。Bentley、Bugatti、Jacob & Co， 甚至係英國足球會品牌車路士等等，都起緊各自嘅聯名物業，甚至有成個島叫 Bulgari Island。呢啲物業喺設計、用料同設施上都係最頂級嘅。售價平均雖然比一般嘅樓盤貴咗20-30%，但同奢侈品嘅概念一樣，要買就係買佢嘅獨特性。一個城市甚至全球可能只有1間，絕對係身份嘅象徵。如果你心中係有個預算，不妨同我哋傾下，我哋可以幫你度身訂造海外物業組合，喺全球市場揾最啱你嘅投資機會。To buy or not to buy non-local off-plan properties, assess the risk before you buy. 境外樓花買唔買？計過風險先好買。